苦路14站，第2站，耶穌背負十字架。耶穌被鞭打並且背起十字架，呢一刻係佢為全人類嘅救贖去承受嘅極大痛苦同埋屈辱。呢一段歷程唔單止係對耶穌肉體上嘅摧殘，更加係對佢心靈上極限嘅考驗。羅馬嘅士兵用鞭一次又一次抽打佢嘅背脊，用鐵釘、骨片同埋其他尖銳嘅物件刺入佢嘅皮膚，使到佢嘅身體無法再承受。然而佢嘅心並冇怨言，亦都冇反抗。佢深知道呢一切都係為咗每一個人嘅救贖。背起嗰個沉重嘅十字架，對於耶穌嚟講，唔係單單背負一塊木頭，而係背負着全人類嘅罪同埋痛苦。十字架嘅重量成為佢心中無法言喻嘅重擔，但係佢冇選擇去逃避，而係毅然走落去，走向嗰份必須完成嘅使命。呢一份愛唔係容易嘅愛，而係甘願為他人承擔一切嘅愛。佢並冇絲毫嘅自私，佢嘅心始終聚焦喺嗰個終極嘅目標，就係將生命賜俾嗰啲本應該死於罪嘅我哋。每當我哋回想耶穌背負十字架嘅時候，除咗見到佢為我哋所受嘅苦痛之外，更加睇到嗰一份為愛付出嘅堅定，睇到嗰一份為世人而甘願付出嘅無私。呢一站嘅意義，讓我哋明白真正嘅愛係要無條件地去付出，係全心全意為他人擔當重擔，並且喺最黑暗嘅時刻依然選擇唔放棄。當我哋面對生活種種嘅挑戰嘅時候，我哋唔應該只停留喺抱怨當中，而要學會勇敢承擔，選擇走出困境。透過主耶穌嘅愛同埋堅毅，我哋唔需要再畏懼艱難嘅道路，因為我哋相信走過呢啲困難之後，必定有光明等待住我哋。